114年房屋税缴纳的期间对5月1号到5月31日，因为5月31日拄好是例假日，因此顺延到6月2号。台南市税务局除了呼吁民众爱尽速来缴纳，另外伫今年新实施的房屋税2.0，适用自用房屋的税率，签订要件一定爱本人、配偶甲着未成年子女全国合计3户，而且办理户籍的登记。登记的期限伫开征进前的40天来提出。不过因为真侪民众未赴来登记，因此放宽到缴纳期限6月2号，拢会用来登记。今年的话是房屋税2.0新制的第一次开征哦，所以的话这次有很多的变革，像自住房屋的话一定要设户籍，而且依规定的话要在开征前40天的话要向当地的税捐稽征处来申报。然后因为这个是新制哦，财政部怕很多民众不知道自身的权益所以在日前也放宽了，就是说设立户籍登记的这个部分和申报的这个部分的话，放宽延长到6月2号所以民众的话，如果你有符合自住房屋的部分的话，还没有设户籍，赶快去设户籍。因为家己大甲非住大的2项税率相差上悬有4倍。税务局嘛教导民众，如果想要节税，嘛用释出房屋来作为有效的利用。针对出租房屋的话，也可以适用比较低的房屋税率的话，就像你出租给住宅使用的达所得税申报的标准。或者是说你个人法人透过包租代管业者来出租房屋给个人住宅使用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本来也是要在3月22号来申报，然后财政部也是放宽了，说这个部分也到6月2号。税务局提醒民众，房屋税缴纳期限今年顺延到6月2号，如果民众超过期限，就每3天增加1%的抵纳金。相关的增加到10%。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